林濤，第5屆立法會選舉嘅宣傳期得返10日左右，各個組別都把握時機舉辦造勢活動，希望能夠得到更多選民嘅關注。宣傳期活動剩返5到10日，候選人加緊腳步，由夜晚到朝頭早，活動不斷。時間咁緊張，活動當然唔能夠因為大雨而叫停。第11組親民奮進會候選人潘志明嘅活動雖然遇到大雨，但係佢仍然提早1個鐘到場，希望能夠同選民面對面。亦都有團體將造勢活動改到去室內，肚皮舞、B-boy 炒熱氣氛。第14組群力促進會要爭取青年選票。祝願我哋在座嘅各位年青人能夠夢想成真，多謝大家。夜晚搞活動，朝頭早就要深入每一條街同市民接觸。改革創新聯盟第1候選人陳美儀捲起頭髮，魚檔、肉檔、政綱一份份咁派，手亦都係握過一次又一次。而就喺街市唔係好遠，民主新澳門就揀咗喺人來人往嘅高士德轉角位插旗、彎腰、握手派政綱。第7組公民監察就拎住水樽嚟到水坑尾派政綱，親切問候、揮手送行，希望爭取到最實在嘅支持。我係衛視澳門綜合報導。澳門呢2日係